繼續來關心這個陳幸如啊，甲趙建明兩個人離婚的風波。即賣重點可能喺2300萬哦，這趙建明什麼時陣要來錢回轉來咧？陳幸如講啊，不管伊安怎講啦，等看到錢啊，才是真的啦。即賣真濟民眾攏徛佇女方這邊啦，講你講話真特別，所以你講話方式、講話開口，大家攏會甲你支持。啊，規氣啊，手機啊頂頭方面啊，就用你陳幸如的相片這方面好無？陳幸如就看了佇遐笑講，啊，即賣是7月時啊，你是摕我的相片要來拍謝的哦。教育基金是用在投資理財上。洪立軍啊，講昨一透早總算面對鏡頭回應質疑的趙建明，講到3個學生2300萬的教育基金，原來講是提去投資。老大之前1個月前就有說，哦，如果你說你買保單，他想要看到保單。然後他就說他上班很忙啊，他沒空找這些東西啦，這些細節不重要啊。對錢的路向，趙建明原來無交代相關的細節，敢若講10月初5就會還，不過陳幸如不愛相信。以我跟他認識這麼久，我覺得沒到錢進到戶頭前，我們都要打一個問號。為了教育基金，趙建明甲後生這幾天攏有來往。陳幸如透露，其實唔但2300萬，3個囡仔分別攏有超過800萬，不過伊質疑前翁。敢真正會還？趙建明的診所今仔日嘛休困，目前嘛無回應。啊，那兩個人離婚的風波，陳幸如是直當直倒，互袂少人相聽，甚至有網友講聲笑講，要用陳幸如的相片當做手機來注意。不要啦，7月嗎？過7月鬼門關就可以，你拿掉了啦。要鎮住什麼嗎？從第一家庭的家來說，這幾天是吵甲真厲害，當時才會結束。囡仔2300萬的教育基金，恐驚是雙方敢袂上法院的關鍵。